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实在是真残忍、真恶质。屏东雾台乡讲有民众猎杀到台湾乌熊，搁伫因兜的冰箱查到各种的骨头甲标本，嫌犯讲是伊一个人做的。也毋过网络搁流传一段影片，是两个人骑乌托摆相载，中搁夹一只规身躯软烧烧的台湾乌熊，啊对伫后壁的车。 疑似看到车顶有蜡枪、拍蜡的枪，检警唔敢大意，已经开始来调查，要来追查这个人是毋是甲进前的案件有牵连。 刚才无治安全部啊，就准拄煞，佮违规载送的人，而且载佮毋是人，是一只互伤到的乌熊。拍定好笑啊！咱这头怎么朝那边不屑呢？过程当中，后壁的乘客佮甲乌熊的倒手举起来，一群人讲话，佮真口舌，佮较含的是后壁的车辆敢若佮有枪，无排除因拄掠到乌熊，准备要落山。残忍，真的，它本来就是个山上羊。 这熊好可爱，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不对，应该珍惜跟疼惜它。事发地点伫屏东雾台乡大武部落往甲游客路啊，真含的行为，互人生气，讲唔甘。捕获黑熊的影片啊，本署已经具体的掌握，目前全案都在这个积极的厘清当中。虽然检警已经在调查，不过背后则传出有人杀死台湾乌熊，而且厝内冰箱嘛查到危害标本作案的工具。当时讲伊是家己一个人做的，不过过无几天，阁有这段影片，嘛有人怀疑两件代志有牵连。保育类动物已经濒临绝种，那民众如果有发现市面上有野生动物的这一些贩卖或者食用的这些讯息，也一定要跟检警来做通报。 这几年以来，台湾乌熊的数量减少真多，全台湾敢若剩600外只左右。即马阁传出有人甲杀死，这种恶质的行为，互人真歹接受。而且掠保育类野生动物，上重会当罚5年有期徒刑，阁有上济会当罚200万。